海洋街道美术馆对2004年成立以来，已经是国际知名的艺术街区，而且获奖无数。伫迈入20档，更是台南400之客。台南市都市发展局为请都市艺术工作室所规划展览，今年以民族路到府前路段海岸路，并延伸到运河边以及大良公园，持续换新13件艺术作品。并纳入河港的元素，希望展现城市的故事，对这开始。台南的话，这个位处在南边，所以气候是比较炎热一点。因此呢，我们希望说，透过晚上的光影跟水的结合，来展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。那我们这一次的 logo 就是城市故事从这里开始哈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今年刚好是台南400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也是台南400系列的之一。为将今年海岸街道美术馆徛伫城市故事的起点，甲军队艺术作品的主题，互大家来感受台南的过去、现在甲未来。都市发展局特别召开记者会来宣传，其中开幕主角作品《时空瀑布》，用持续不断的生命活水来描写都市的变化，嘛是一种都市基建。美术馆的地址就在5条港，在台南的市中心区。那所以我们会以水，还有那个它整个河港的港道的那个概念出发。那所以很多艺术家的作品，它就像有一些艺术家他可以跟民众作品可以跟民众互动。那坐下来，它会有船的那个声音。那我们也会有一个很大型的瀑布，就在运河。运河上面有一个就是瀑布的一个特展，那这也是我们的主题，透过水、光影跟光影的流动，能够把我们过去台南400的一个透过水的串联来叙述一个都市的一个发展的故事跟过程。台南经过4个世纪，水总是无变的存在。今年海岸街道美术馆7月13号将正式开幕，邀请你做回来现场体验有声光、科技、互动等精彩艺术作品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